一，阿门。阿门。那这是我们就要干干的。们这们这老呢，那都给你们。这们这老呢，姑娘给大西，姑娘给大西。姑娘，这个看的知道吗？去不的呢？啊，才这这个是海的呢，这个把给了那一次了没呢？没能把给。来，怎么摘个了？你搞一零打给拧个呢？媳妇知道专门找个打的。稍等那个那个打路门的，打木呢？抓不能才个进关的了。只有关人才个人。打给他心了，打木呢？打到心了。你莫搞气大了嘛？打路呢？打路呢？打到心了，打到心了，是了没呢？打给怎么还在这里尿里边？hello。我给还在这里搞啥？就是了没呢？打给他心了，打不了他心了，只有关人才个人，打嘴里个老子呢。只有关人脸都是手里面的人。关键打路嘴上呢，你那多给你。那走。打到心了，那就是没呢。对了，打不了，几十呗。我多几十吨飞机了，跟龙门的，那狗一领到路了，八个一包上的，那就是。你手里面的猪车打了么呢？啊，对，手里面的加给。不然个我说的。打不了。打不了。打了你老子是怎么个呢？你老里家、你母里家，尽管都才干，你难道有手里面的？尽管的人，你老找给你，有手里面的老给上，个真知道么不呀？老给大西南的有手里面的，媳妇知道专门的才个单的中给大西南的有手里面的。打不了。对呀，你那段子牛，你那找给的，有手里面的，打给呢。打给呢，就是我们那打给。老了么呢？打给呢，打不了他心了，我几十呗。打到心了，这是我们那打给呢，打给呢，莫给这些了，这设计这个半个主车。半个呢？周给了没了。打人，打不了呢，打给呢，是我们那没了。打给呢，那意思没呢？多个么呢？这来，可能搞烂的70吨飞机了，跟个老板说这来，再多嘛吧，就叫多几天了。说这来，打了。这边人，说的对的，都还了。你找的过，快点我打，啥打？啥打不打了。打我，打么打不了，打么的事了。你打我啥打路路呢？就是没呢。对，一手人被个这一领得了就混这个了，我就找录音的个也找也没呀，这知道个怎么被猪蛋炒的呢？猪好了，打了吗？啊，莫个老呢，那一手人被呢，你那搞不用。错的对的。错的对。回来哟，来的。个人对。我要找。找。你那找给你。我就找人家个碰到个冲就找那个白的，个也找了，我就这么被捉了呢。也个也找个过给俺说了，得不了么？过给俺说的找给呢，过给找呢。打不了吗？打么？打了吗？打给呢，那就是没个知道打呢，个打知道我知道程度呢。媳妇去长大没能搞那个那真。那就是没。他走路了，说个等你给拍给对啊，我讲你都找了这种菜的了。那70吨飞机了，刚刚呢。你那找给你。
你打知道呢？那这次都飞机了，过节我可能再多忙，找就要都今天了啊！你兄弟们来给打行了呢？那这次都没那打起了技，术你们光渴了呢，烧了呢。这你看到过上，我也看到大人搁这过上。那这次都没那。